今嘛母亲节就要到啊，总统大选嘛结合妇女的议题，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则会用戏剧的台词，宣示要解决新世代面对的各种问题。那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则会伫高雄的凤山举行造势晚会，希望会当争取国民党的提名。伫母亲节进前，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参加党部办的园游会活动，强调民进党未来除了会继续落实性别平等，关心新住民伫台湾的生活，也宣示要解决三明治新世代所面对的种种问题。就是说孩子的成长，家里面的琐碎的事情，也许都是很小很小的事情，不过也是台湾未来的事情。这一段话可以说穿了一个家庭的事情就是国家的事情。赖清德伫咧抢妇女加青年的选票，不过国民党是连选也未出。新北市长侯友宜最近四面协调党内立委初选，和民进党讲是新一代俏王，北互人叫做俏王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讲，真欢喜有人传承这个方法，强调国民党提名拢有信心。这个尊称也奉献给我们侯市长，很好嘛。是帮忙国民党来整合嘛？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崔志暗伫咧高雄凤山办第一场造势活动，主办单位讲现场有超过1万人。咱这样的人，万受过真战争的威胁，咱大家共同几十年、几十档的打拼，终于为台湾争取到目前的和平。咱知影和平有偌重要无？郭台铭自头到尾拢讲台府想要复制韩流的模式，用台湾阿明创造一个流行，争取机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